分享中节目现场哦，来给他继续经常讨论哈，听下你啊，抽烟中央讲到，希望咧你啊地方还能不要有俚语啦哈，还能继续来维持你啊地方150养生的高的经济价值了3年啦哈。不过要讲个，其实你啊地方要希望讲那种水莫个淹太水用去啦哈。不过因为你鱼与熊掌，老勇壮，冇可能全部都得到。迄咪真正拍拍，老勇壮都想得到，像当天的民众有样想法，当天像抽烟状样讲，希望咧种对西洋的方式的做到哈。我先强调一下，就是詹教授是讲，根据仅根据判法，鱼与熊掌都兼得，就走在捞鱼水共生，就走在有委屈的种诶石斑鱼养殖王国的美名，你要两大部分根据判法全部做得到。这种东西是很难的。所以我讲完全按现状的情况哈，完全不改变、不调整、不牺牲哈，我爱维持讲啊，还有完全唔饮水的，那是当难嘛。所以你讲适度的调整，你讲你完全都可以讲测春、千春，你要把随便讲一讲你也讲该就地当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嘛。你也讲近期来面对的问题来讲哈，有在执行的是要经过当地的个。住民哈，大家的统计来讲哈，你讲这还是种个想法，不管我马上提出的想法，大家来讲还有个怀疑哈，唔系讲完全新的部分哈。讲咧解决那种问题来讲啊，我想法是讲，每天哈，起只小区域咧哈，先起走呀，先起走哈，荷兰经验办过咧，先起走哈。你在为所咧做哈，而家就在放弃大家愿意接受的为所哈，提讲开始愿意咧试做的部分哈，政府补助好。的公共设施拢去设门啊，比如你个高架路，你尽量了做高架路起看看咯。因为啊，前当你无其实你也吞真高咧啦，无去不个冇好啊，去出来些路很大啊，该用人家学些技术就去管就 OK 啦，其他全部做唔得啦。哎呀，没解决问题会放心嘛。你讲解决问题会放心，你讲说好，你不管用办想法，你这想法经过大家统计，甚至有人讲公投啊做得，最少咧讲只区域性的大家愿意咧接受。来试试看那种方式，那种方式就慢慢的解决那些，是来解决。啊，你比如讲，人个伊种想法来讲，你讲完全唔接受了变化了解决，发生事情像政府来救济啊，那种方式啊，唔系创球的方式啦。好啊，告诉提到讲这小区域设起卫生了之后，吃饭的这种的判法，吃饭假是吃饭的开发，可能当地居民那种接受度是变态哈。我先谈一下种的高雄的刘小姐，高雄刘小姐，哦好啊，等下过来谈刘小姐的天发了哈。我先看看。当地嘅民众对于那种假使讲迁村啦，来讲政府土嘅专业啦哈，当地民众嘅想法又会乜嘅呢？看看村民嘅心态法。估计呢，我哋目前损失有700-800万多，总损失呢，就超过35亿以上。过去就渔民呢，大部分改到贷款来续嘅，更加迄讲来复用呢，过来贷款，天一3台。都冇可能希望政府係咪講有一幾人必定無息貸款個一個天費來提供減免也都一定目前最需要訴求。現在漁民講喺撤村冇做養殖的部分是冇可能事情，因為你的整個資產全部都是投注在這個地方。日本嘅風災啊，非常嘅嚴重啊！希望落講嘅時日咧，政府咧來幫我哋落嗰些德國我哋德國嘢俾嚟修，唔係清裝。希望落嗰些地方嘅事嘢來加強落嗰些來講嗰些做嗰個啊。政府它的補助太少了啦，就是一甲地有損失的差不多1000多萬的，它才有補助11萬啦。那是重點啦。就是家庭的还算少，就是最严重的是养殖业。好，你喺当地民众嘅想法，睇啲嘢都係希望講暫時冇離開佢嘅本業啦哈。我們談下高雄的劉小姐，你的想法是什麼呢？我係行人哈。你嘅想法係乜嘅？我是講應該請大家去荷蘭了。一個最重要嘅事情。所以你有去過荷蘭係啊？冇去過，唔過我同丁老師都有丁測試老師，也都有認識。我有去過啦。
嘿，那因为荷兰经验有哪部分还出在你的学的呢？嘿，我讲一个种辅导城市啊，个嘛个东西哈，用辅导城市诶，应该会出得好啊。啊，迄个有我那个别墅，我那个种我那民宿啊，啊，啊个么回神哈，中央维护安尼上下用的安尼，唔会一格一格安尼。其实规划看啊，所以是讲，你那屋的，嗰度喺普都有水面上辅导，普起来嘅，啊，就可以做民宿，可以在安尼过讲啊，过讲呀，系啊，安尼像可以上嘅啊，没讲做唔得上啊，啊，人就可以做创意啊，好，感谢高雄的林秀基，谢谢啊，谢谢你辛苦啊，好，那洪理事长有可能吗？我们学习荷兰那种辅导的。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子啊或民宿都浮在水面上，浮岛式的建筑。在移温其实是有技术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因为移温我们目前是用固定式的温体。那实际上哈，你石斑鱼它其实是大型的鱼类，在你的鱼目如果够小，那洪水来的时候，你的渔网是可以往上浮动的。其实基本上技术是可以投入的，但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研发？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政府对这个产业是放任的。是只有民间在做，政府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投资，包含说政府该投资什么呢？目前我们认为它超抽地下水，政府其实是应该供应淡水的，你不要让它超抽。那你供应淡水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可是现在养石斑已经不需要用地下水，要用淡水啊，它要1/3的淡水来调。那因此我们把海水淡化，我们海水大概3.2度嘛。当地养殖大概需要1.8到2度就可以了。其实海水淡化的技术也有啦，问题是过去政府长期并没有投资，也就是说过去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其实都压榨土地在磨砺而已。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土地的伤害了，看到地层下陷了。那这个问题假设官方民间要来共同解决，其实就要投入很多的资金来思考，我们如何继续养殖，但是不要有环境成本。不要有社会的代价，所以我们学习要跟河川共处嘛。这个地方很遗憾的，你知道有非常多的渔民本来都是7月份要收成，对，8月份要收成，为什么不在台风之前就赶快要避灾呢？其实养殖业那么漫长，有一些其实它是小苗到种鱼，到这个中鱼。它其实是应该避开这个期间的，它必须要有风险的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跟老天爷和谐相处嘛。你必须要建立这样的概念，同时你要知道洪水来的时间跟你这个洪水的面积，我们是不是能还地于河，把台糖的造林地3000公顷还给他，让他在上游的时候就入驻到地下，而不是短期1个小时累积2亿吨的水到一个低洼区来。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会。对于河川，对于土地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我们认识它的生命节奏嘛。到了7、8月份，我们要降低灾害，我们的养殖的周期就必须配合这个老天爷的呼吸作用。好，那你喺洪理事长嘅講法，其他講到講過去政府一直冇做乜事情，人家對人民然後嚟土巴老土地嚟搶利潤，哈，你看到係目前喺林邊嘉東，還有比方了嘉東嘅省鄉鎮。批判哈哈的面積1346公頃按台，也平均哈哈係3.2公尺按層啦哈。未來佢再規劃做乜呢？陸域區、濕地區，還有飲水區哈。是講陸域區是講用叫乜飲水嘅地方，濕地區是講辦飲水嘅地方，變做係公共休閒物嚟做。那種係飲水嘅地方是可能乜飲水地方，那種係陸域區、濕地區、鹽水區，比較是荷蘭嘅做法啦哈。想強調一下，就是說。剛剛我們洪理事長有講到說，其實過去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並不多。那漁業署這邊對於這樣的一句話，你們覺得說贊同嗎？還是說你們目前的規劃裡面已經開始要去把這些什麼陸域區啊、濕地區、鹽水區，這個已經納進你們長期的規劃來做這個？是的，主持人，我們現在在漁業署其實已經在長久以來，我們就是因為背負了地層下陷這種問題呢，所以我們長久就是輔導一個海水養殖政策。所以海水養殖政策在屏東嘉東林邊呢，他們為什麼要發展海水養殖？
养石斑鱼，它就在这个道理，因为它淡水抽不到了，那所以就是发展海水，而且当地的海水跟当地的地理纬度跟气候最适合养殖石斑鱼，所以这个石斑鱼养殖它需要那么好的海水，所以我们署里面呢就是协助他们做海水统筹供应站。所以已经在枋寮呢，已经设了一个叫海水统筹供应站，那给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枋寮地区呢养的海水石斑鱼非常的好用。那当地有一个叫做密码白虾，他们就是用了这个海水的来养这个白虾呢，而且通过了认证，是在市面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所以呢，政府呢在长久以来，不仅就是说做这个海水的供应，把那个养殖的这个排水设施可以做一个改善，让他们免于说这个灾害的这个侵袭。当我们在一个生产区做下去这些排水设施跟这个道路挡土墙的这个设施改善之后，有做这个设施的地方呢，它的这个抗灾害的能力的都会比较强。我们可以问问看这个谢理事长他的感受，在养殖区我们这样建设，他就有一个很深同的感受，可以参考看看。好了，那我们问一下谢理事长，这个政府提供这个海水统油给你们，真的对你们是有很大的帮助吗？那当然是有了，但是温东还没有做好了，温东还没有做好了，刚刚在初级工程刚开工而已了，那是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了。其实过去你们都是养草虾，养草虾是已经20几年的事了，20几年前的事。过去就是因为养草虾抽地下水，才会地层下陷。那现在就是下陷之后才开始转做这个养殖。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在当地土生土长，是我们的土地当初是在2期水稻以后还能够做那个里作物，就是种果旱秸还是种稻啊。我们是被水淹到不能耕种才去做改为这个渔温养殖啊。那这个你说我们是抽水把这个地抽低了，这个事情其实也很难定论了。我们也不是专家了，我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您就说这也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过去是从事那个耕种的嘛。那我想请问一下，也有人在问说，难道我们这养石斑一定要在堤防内养吗？有没有可能，譬如像在我们的海里面箱网养殖啊，或在堤防外堤外养殖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一种养殖方式的变更吗？那有可能，但是那个箱网养殖跟堤外养殖可能是要属于这个企业型的，这大规模的这个财团，他才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因为那跟我们讲一下，1公顷，同样1公顷哈，如果说我是在海里面用箱网养殖，它要投资的成本跟你们在陆地上1公顷的渔温要投资成本差哇这。我因为没有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可以想象得到，是差很多了，差好几倍。那渔业署这边有资料吗？我们是没有去细算说它的养殖成本啊。那不过照他们的经验在谈的话，养殖这个一甲地的这个石斑鱼的话，平均成本要1000万1000万。对。那如果说养箱网的话，那就更高了，可能应该是至少要3倍5倍以上了就要3-5千万才办法。对，那现在如果说在刚才主持人提到说，如果说石斑可不可以在堤外养殖或箱网养殖，其实在署里面已经有在做一个规划，就是说做一个分段养殖。假设像石斑鱼，它现在这个在屏东可能有养成到一段期间之后，那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澎湖的箱网呢，它可以养殖。因为它的这个水质比较好，因为它是开放性的水域嘛，那然后它的这个用人工投饲的话，它可能成长会更快，那再加上它的纬度的部分，它可能成长快。那在这个一些灾害来临前，譬如说这个每年冬天会比较有寒流来的时候，再移到屏东来，也就是说屏东跟澎湖之间的一种分段的养殖呢，对，然后做一个产业的分工，可以来解决也做这个季节产季的调节。就像刚刚洪理事长讲，也许这个产季有台风，那就可以调节到澎湖去养，也许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做法。好，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可为，只是说目前这投资成本，就像刚刚谢理事长讲的，差了3到5倍，所以也许就是要大企业、大财团来做才有办法了哈。不过你迄只用这方式来改变啦，不过最主要还是你那个样来改变，那种判法，然后就会代替，然后来后巴来和平共存了哈。那我想要继续请教，就是我们的
曾教授就讲，杨班现在解决了问题。台湾当然已经讲到荷兰的经验嘛，哈，杨班已分做陆域区啦、湿地区啦，还有淹水区啦，哈。你杨班现在看荷兰的经验，荷兰让台湾偏偏也下代替下代的国家啦，哈。记得了台海作为相处融洽，台湾总得差不多。其实荷兰的经验吧，唔係講完全100%係簽好嘅啦。啊嘛，因為就幾家嘅經驗嘛，就係一漸漸的調整，佢嘛俾佢調整。也就是講，你不管用哪種嘅方法，佢適用在某一個地方，而且你塞到另外一個地方啊，一定要跟當地的居民的生活習慣跟他的那個生活的機能裡面去結合啦。像呢啲譬如為所係，因為呢係血污嘛，因為講冇血污嚟講嚇，佢係生發方式冇強弱嘛。你荷蘭講其他種嘅方式很美，你拿出來的例子係嘟嘟嘅血污嘅為什麼？很美嚟講嚇，開始冇問題啦。咁我你啲係講啲個觀念講，在會所基本上是好帶咧，那好帶會所能夠分區使用哈，就是講一部分係是屬於好私嘅會所，一部分屬於陸地，陸地是嚟大煙嘅。還該不辦事不該辦事講個交際也不交替也不說了，就凶誒，它好氣美啊，它好為創飲水嘅部分啊，那是冇去該做該永久性的該使用哈，你一種更換做挑戰啊。咁我家是講討論講哈，你按凶嘅方式改變，咁我你改變凶嘅方式點呢？因為你冇改變，你已經地層下陷的事實嘅部分啦。係講就是講飲水部分唔係順適連連，還有年代嘅舒適嘅不舒適嘅問題。像你係講任何一些該航班該社會成本很重，你係請該淤泥該一台隊該公司，該冇請睇咧講，我講凶啊，年代唔對為數啊，該凶是唔是講嘅？所以講解決呢個問題啊，是講走地方治標嘅部分本身是繼續要走，咁我是講向這方向。是講，你也讓你土地好大放棄啦，佢沉下去3.9公尺係事實咧嘛，因為等佢恢復來講是當滿啦，因為講地下水佢即個為補助嘅，即個慢慢恢復，個時間可能好當橋。你即放棄，甚至有可能講，因為即會所讓佢吞好過掉，吞好過會所咧來大煙。OK，好大會所來講，來是做其他用途。就應講下大為飲水地方是喺為下清點位。你種下哪都係水，別出來奶是吞下高嘅地方，吞到喺度。你係再放心，不過你還是講，你再放心嚟講，係講奶講每唔想俾人穿嚟講啊，你係該好把嘅奶沙一睇到，他們就送來攞去咧。係講你再規劃個系統性嘅規劃，再比如說咧，讓佢吞過，該系統咧，你好把咧當到奶沙，該種好把奶沙將仔嚟吞是，該數量來一台啦。好，你係教水講法，不過睇同嘅家動嘅車先生嘅添意見啦哈。嘉東的謝先生，車先生哈。你好，我是嘉東的居民哈。是。我現在有一個是講，我嘉東。喂。你好，對，我是嘉東的。對，您的想法是什麼？謝謝，現在就是講，嘉東毗鄰邊，它是屬於已經是在出海口了。已經在出海口了。它已經是在出海口的地方，你還要希望去徵收它來作為滯洪區呢？應該是疏浚它，讓它趕快。雖然我們已經在出海口了，哪有可能說還要把它引水到村莊去淹村莊呢？所以你覺得說把這邊變成一個滯洪區，您覺得說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就對了。對啊，我們已經是在出海口了。這一次是我們我小時候是海水倒灌。那這一次是水出不去，對。好，那我們謝謝嘉東的謝先生哈。那我們再來接聽一通這林邊的鄭先生。林邊的鄭先生，喂，鄭先生，好啊。那各位，我想再繼續請教我們洪理事長，就剛剛我們講到，就是說。其實這整個還是要從一個比較大的國土規劃來看啦。那當然有人覺得說，已經到了這個出海口，幹嘛還變成滯洪區了哈？不過我們也知道，其實內政部營建署在6月份有一個國土計劃法已經出來了哦。那在這個國土計劃法裡面有沒有提到，就是說像整個西南地區比較這個低洼或易淹水地區，它有沒有什麼樣一個規劃是比較從政策比較高的角度來看這樣一個問題的？是。在這部草案，他看到的哈，比如說他對高山，他對於低海拔、高海拔、中海拔、低海拔，然後甚至平原地區的低洼區或地層下陷區，它都特別有規範。那它目前規範的精神是，去抑制它的惡化，
比如说地层下陷区，超抽地下水这种现象就必须要被遏制。那我刚才也回应一下理事长，他其实嘉东东港沿海为什么会负担这么大的罪名？不单只是这个地方在超抽，整个屏东平原都是处于地下水超抽区啊。政府在屏东目前的自来水普及率只有50%啊。所以屏东必须要靠抽地下水来对整个屏东平原目前都在依赖地下水，只是当地目前用的都是深层受压含水材，是最深层的。是，那这部分其实是在学理上是最容易导致地层下陷，这是没有错。但是整个屏东平原都是超支，一年大概超支2到5亿吨的地下水，所以天然的补助量跟我们的这个人为的抽取量其实是失衡的，所以也就是呼应刚刚我们曹县长讲说基础建设部分，这个其实也要赶快来提升哈。好，教授，我们先听一下林边郑先生的电话好不好？林边的郑先生，好，郑先生又不见了哈。那教授您继续。好，第二个部分是讲。你会调配你会自来水，淡水来讲，你会讲莫用地下水，因此用地面水，地面水是水库嘛，做水坝嘛。不过你南部来讲，怎个以前来讲，南部伊反对起水坝，我起水库来讲，种水来讲，是地下水嘛。你也只是讲，所以盖水质安的问题啊，水资源问题啊，必须整体考量。以南部地区应该盖水库的地方，你就要盖水库。否则你没有水的话，你就只好抽地下水。所以这是一体两面了。所以我们那个走共倡因此好了解讲，某一种的方法讲做满足大家的啦。议题有一定部分要牺牲，有一部分必须你要获得整体的利益的话，一定要有互相平衡。像比如说，就是因为高雄地区它实际上水库是最缺乏的，可是高雄的那个地区这个高屏地区实际上是最反对水库的，这也是一个矛盾点。我不是说盖水库一定好，可是呢，你如果不要地下水超抽，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方法来把水储存下来。此情就是红毛良猴啦。好，那我想最后请教谢理事长，就说，那您当然本身是个养殖业者哈，您目前希望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灾后的复兴、复振、重建这个路？那您希望政府这边给您什么样的协助？我目前认为最迫切的就是淤泥的清除了，因为淤泥不清除的话，所有的这个复建工作都不能推行了，所以我希望主管机关渔业署方面，在这个淤泥清除方面能够给我们适当的补助啦，也期望这个政策能够赶快定，而且能够赶快告知这些业者，让他有所适从。好，要不然的话，这大家因为灾后好像一个纸帘一样，徛在就讲要倒落啊，真正连一丝力都无，一个介大，迄个就是精神压力了。精神压力，因为他想到往后起码要2年，最快要2年才能有收成了。这由现在到2年都是每天要支出啊，所以这是当然。所以每天这2年期间，每天开盘7件事都要花到钱哈。那最后这个妙计镇呢？这个真的有办法在101年恢复这个石斑鱼既有养殖规模，104年就产值倍增嘛？渔业署的这个计划。是的，现在我刚才一直特别提到，我们现在除了现金救助、低利贷款之外，我们就是做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地区的检讨。我们期望说，在屏东地区呢，在种鱼的生产部分，我们继续的加强。那在高雄可能的话，我们的一些面积，可能我们在这评估规划能够是不是扩大？那然后台南县市呢，我们在评估它是做一个鱼苗的一个分工一个养殖专区这样子。就整个西南沿海有个产业链垂直分工，把它做清楚、画出来划定出来就对了。好，那这么搞出来。你好歹为说猎摆袂成，喊摆喊袂成。所以你讲猎摆用救济的方式，喊摆喊会走救济。你也是讲土地利用的方式，冇挑战来讲哈，饮水为说喊还袂饮水。你也是。用蛮呀好土地利用方式。土地方式是讲哈，你讲是讲土地规划，你养殖的方式。那比如讲我刚才讲过，你好歹为说哈，你讲土地利用来讲，莫比饮来讲是贴白够的嘛。你贴白够的，你莫贴白够，还是讲好歹为说喊袂饮。好，来水往下带地方流来水的特性哈，来冇办法改变事情，所以讲土地利用的方式要改变，然后办法来解决咱问题了哈。最后。那洪理事长，您怎么来看？整个环境变迁在台湾其实是会越来越
拉大那个空间。对。那我们对于河川，对于土地，其实要恢复到它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也就是说，河川它需要大呼吸的空间，我们人要学会节制，要退还给河川。那千万不要再继续用人定胜天的角度。同时，我们在规划经济发展，也要放弃只有从产值，要先让土地可以永续性的利用，那后代的人才能有资源可以持续共享。好。台湾这种的讲到，因为永续发展台湾的土地啦哈，那农务司他因故事当中讲到，万天以后系资讯的双策，那部分系大家就值得来思考的啦哈。所以台北用1整年时间来关心800税在还有相关处理问题呢，希望观众朋友都在共同的思考，要么面对一样的天灾，下礼拜开始呢继续来关心，究竟台铁能够是主年呢，10年来呀，究竟在起要把你的变化呢？大家持续关心，来陈真，下礼拜看同样时间持续收听《村民台币》，祝大家安子 C。100年来有10次重大损伤的地震，平均10年就会有一次。你不能永远依靠那个幸运，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本身的努力，靠我们的教育，然后让我们自己更平安。